囡仔来哦，咱一项来介绍咱今日要使用的鱼餌吼。啊，头一项代志，鱼餌要交伫所在，沟仔顶悬嘛。沟仔所以咱要家料好，若无可能交到咱的尻川哦。来，咱拄则用的这是啥？虾鳖，较罕咧有人用这啦，这一般人是用来钓迄个虾啊，钓虾啊钓的吼。因会穿这种物件，因后要赤尾青。第二种物件呢，竹蚌。小胖，我甲恁讲哦，这竹蚌有分，咱上好是去传统的蚌店去买，因为传统蚌店伊的竹蚌吼，伊较有梯性，咱交伫个沟仔顶的时阵，伊较袂散去，较袂落去，较耐捕。好，安尼咱即马要来钓鱼啊咯。啊，阿川，你会钓竿里头？姐，这是啥？水草啊，鱼仔会食这吗？会啊。但是时阵拿一个手摕这边，好厉害哦！然后嘞？啊，然后安尼放开安尼在等，啊，然后起来。若是鱼仔来的时阵，迄浮动就沉落去。水是冰的。哦，过水面即马足热的哦，迄鱼仔拢走来遮食恁饲的这种饲料。你有搁等落啊？阿胖，阮遮咧钓鱼啊，你莫伫遮好啦。可能阿公一直甲管仔站落去。阿公，你莫搁甲管仔站落去好无？不就？爸爸，我看到一尾金鲤。是哦。你敢要钓看卖？钓鱼啊，就是爱有耐心啦，豆豆等。哦，有啊，研究，游过来，好嘞，小公你目骨向后壁，目骨，一直向后壁，好点。好，你要叫我按哦，游条条哦，安尼较紧。加油，阿公！加油，阿公加油，来咯，我叫我等起啊！你要甲伊翕相无？阿公甲伊翕相好无？我厉害！好，好，好啊！社会讲台语，水草啊，鸡鱼啊，虾鳖，孵蛋。